好，喺寫作方面呢，我哋點樣提升水平呢？拎到較高嘅分數呢？其實我哋要注意文章嘅組織嘅處理嘅。不如我哋就先從過渡、照應嘅手法開始學起啊！過渡嘅意思就係指文章各個部分同段落之間嘅銜接同埋轉換，佢承上啟下，推進文章，變換時空，提示內容，令到文章嘅思路暢通。佢聯結各個部分，組成有機嘅整體，喺文章入邊起紐扣嘅作用。照應又叫做呼應，係指文章前面講到嘅事物、提出嘅問題，後面有住着落，後面講到嘅內容又會同前面有過嘅暗示或者鋪墊環環相扣。一般文章嘅標題同內容、開頭同結尾、前後事物都會有呼應嘅。咁不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以下嘅片段，去分析一個辦法呢篇文章啦。一般嚟講，學生先審題，定出文章嘅中心思想，然後進行選材，同題目冇關嘅材料就唔擺落去。而點樣去安排有用嘅材料就係一個問題。有好多同學佢哋以為寫夠字數就得啦，仲要係一邊作一邊數，數到字數差唔多嘅時候就停筆，咁當然唔會有佳作啦。寫文章就好似捉棋咁，要擺陣勢，邊啲材料應該擺喺邊個部位都要講心思噶。係咪好似捉棋嘅時候調兵遣將咁啊？咁不如你講下有啲咩兵將啊？聽住咯，有線索、開頭、結尾、段落、部分、過渡、照應、長寫、略寫等等。喺文章裏面呢啲兵將又點擺法呢？就好似呢幅圖咁。淨係講同學唔明㗎，所以我就準備咗呢篇文章嚟做例子啦。係一個辦法，係用記事嘅手法嚟寫㗎噃。係啊，成篇文章係記作者喺學校同同學開完會翻屋企嘅時候所發生嘅事。梗係作者遇到有困難，需要用一啲辦法去解決。佢點樣寫出嚟呢？寫文章，作者思想感情嘅發展要有一個聯繫，就好似一條頸鏈咁，按要求用一條線將每一粒珠穿起一樣。所以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線索，將文章嘅材料串聯成一個整體，唔會離題。咁呢篇文章又用乜嘢嚟做線索呢？全篇文章係圍繞諗辦法去解決困難嘅一件事，係以尋求辦法、想出辦法同埋實行辦法嚟做線索。我諗辦法呢個詞語會喺文章入面唔止出現一次㗎噃。當然啦，文章有咗線索，就有明確嘅概念，更加具體寫出內容，突出中心思想。你咁講，有啲同學可能就會跟住文章嘅線索一筆寫到底㗎噃。唔使擔心，跟住落嚟呢，我就會講下文章嘅段落啦。段落嘅意思係乜嘢啊？段落係篇章結構嘅基本單位，表示作者嘅思路。寫完一段，再寫一段，咁就有起伏，有推進。而讀者讀完一段又一段，就更加能夠逐段去理解、消化。咁以乜嘢方法去分段呢？記人記事嘅文章呢，通常都係以事情嘅發展啦，或者係時間嘅推移嚟分段噶。呢篇係敘述事情嘅文章，係以中心事件嚟做線索，所以就依事情嘅發展去分段啦。係啊，第一段就係咁寫嘅。一個晴朗的下午，我從學校返家的途中，發生了一件教我自身的事。好啦，下星期六喺我屋企排練。好啊，到時今日我哥哥生日啊，我要快啲翻屋企。咪走住啊，同我一齊搭車啊！你咁漏氣，唔等你啦。唔係漏氣啊，小心啫。得啦，哥哥，拜拜。拜拜。喺呢段，作者首先引出心中有一件令佢自身嘅事。自身係咩意思啊？係自覺咁去改正以往嘅錯誤，重新有一個好嘅開始。第二段係咪講緊呢件事呢？就係事情嘅開端啦。我走到
西鐵車站，正準備入閘時，才發覺錢包不翼而飛。為了要及時回家慶祝哥哥的生日，心想要麼就跟別人借車費，要麼就打電話向媽媽求助。我一定要想辦法。究竟作者選擇咗邊一個辦法呢？抑或係諗到另一個辦法，就係第3段嘅內容啦。我環視四周，這個車站一向沒有太多的乘客，今天亦顯得冷清清的。入閘機的響聲格外清晰可聞。忽然，我心裏湧出了一個妙計。班裏的同學常說我個子矮小，今天這矮小的身軀可大派用場，真是天無絕人之路。我咁矮細一定冇問題。呢一段講出作者想到一個解決嘅辦法。呢個妙計作者以為係天衣無縫，實際情形又係點呢？當然唔係佢想象之中咁容易成功啦。睇下第4段。於是我加快腳步，走近入閘機旁。當附近只有1、2個人走過時，我迅速蹲下身體，像一隻小老鼠般準備穿越過去。怎料叔叔，我喺度揾緊條鎖匙啊！揾鎖匙？我真係揾緊條鎖匙㗎。你唔係想搭霸王車啊嘛？唔係啊，唔係啊，我都係一時大意，唔見咗個銀包，連張八達通都唔見埋啊！你放我一次啦。我當時被他連珠炮轟得不知所措，只是無奈地重複說自己是在尋找鑰匙，而最終也說是遺失了八達通。第4段寫出作者嘅辦法唔能夠成功，呢個辦法啊，仲俾車站嘅職員識破咗，陷入困局啊！咁點算啊？好彩呢個時候先至係天無絕人之路，有人同佢解圍。真係？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背後傳來一把陌生的聲音。呢個銀包係咪你㗎？係啊，點解會喺呢度嘅？頭先喺學校嘅走廊度，你好快咁走過，仲跌咗個銀包添。我想叫你攞返，你又聽唔到，我咪跟住你咯。原來你喺呢度。真係好啦，我真係做咗件愚蠢嘅事啊！叔，我而家可以入閘啦。嗱，細路仔做嘢咧就要小心啲。仲有啊，唔好諗一啲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嘅鬼主意添喎。知道人少少，我以為冇人睇到添。就算冇人睇到，都唔代表你冇做錯噶嘛。呃到人哋都呃唔到你自己啦。嗱，呢個同學咧就講得啱啦。佢唔單止路不拾遺，仲送佛送到西添。我歡喜若狂，車站的職員亦明白真相，祝我以後要小心，並對那位同學的行為讚賞不已。第5段係講作者得到同學嘅協助，亦都係整件事情嘅結果。如果我係作者，一定會有一番領悟啊！作者都有佢嘅感想啫。沒多久，這位同學因要搭公共汽車而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想他雖然年紀與我相若，但品德操守卻遠比我高尚得多。我不禁因自己的淺薄而感到羞愧。此後，這件事情不時在我的腦海裏縈繞，也令我謹記，凡事須循正途尋求解決辦法，決不能取巧，也不可自欺。所以第6段就係整件事情成為作者日後自我警惕嘅印記啦。呢篇文章咧分咗3個部分啦，但係咧又包含咗6個段落喎，會唔會覺得好破碎啊？嗱，所以寫一篇文章咧就要留意每段與每段之間嘅過渡，同埋成篇文章要有呼應啦。過渡咧即係指文章每一個部分或者係段落之間嘅銜接或者係轉換啦。佢承上啟下，令到文章嘅思路暢通啦，結構嚴謹。
例如第二段尾句，我一定要想辦法，就係作者要尋求辦法嘅意思，過渡到想到乜嘢辦法。而第三段尾句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就係表示作者靈機一觸，諗到唔俾錢搭車嘅辦法。而呼應係指文章前面點到嘅事物提出嘅問題，後面要有着落，後面講到嘅內容前面有個暗示或者鋪墊。一般文章有標題同內容、開頭同結尾嘅呼應。例如題目係一個辦法，文章裏面第二段我一定要想辦法，第三段我心裏湧出了一個妙計，第六段也令我謹記凡事須循正途尋求解決辦法，係內容同題目相呼應。而第一段發生了一件教我自身的事，就同最後一段這件事情不時在我的腦海裏縈繞，也令我謹記凡事須循正途尋求解決辦法，決不能取巧，也不可自欺。呢兩句就係首尾呼應嘅效果啦。結構係咪嚴謹好多呢？要提高分數，真係唔可以忽略段落之間過渡同照應嘅處理。不如我哋就睇下2013年呢一篇5星星嘅文章，佢嘅段落處理點樣運用咗兩種嘅結構手法。題目就係咁嘅。我曾參與一次活動，當中的經歷令我覺醒過來，明白到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這道理。根據以上嘅描述，是以你的經歷和體會寫作一篇文章。我哋手上呢一篇5星星嘅文章呢，佢嘅內容最主要就係講緊作者參加咗一個社區活動啦，咁就係舉辦一個攤位嘅嘉年華，以呢個扭氣球送歡樂嘅形式呢，咁就作為一個攤位嘅，咁當中就需要有人做小丑呢個角色，但係就冇人願意做小丑嘅，咁作者呢，就強迫咗其中一位同學去做小丑啦，最後呢，呢位同學就推辭咗。最後作者就硬着頭皮去做小丑呢個角色啦。喺完咗呢次攤位之後，佢就明白到強迫別人去做一啲唔願意做嘅事，其實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嘅。咁所以佢就明白到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呢一個道理啦。了解咗文章嘅大意，不如我哋而家就睇下以下有關嘅段落究竟用咗乜嘢嘅結構作用。第一段，每當我拿着卸妝水，腦海中便會浮現自己兩行清淚劃過臉頰的畫面，揮之不去。第9段，活動完結後，煎熬的一天也結束了。在更衣室中的我，拿着卸妝液，悔恨交加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般，一滴一滴地落下來。第1同第9段究竟用咗乜嘢嘅結構手法？冇錯，就係照應或者前後呼應。第1段裏面，作者拎住卸妝水；第9段，作者喺更衣室裏邊拎住卸妝液。呢一個物件嘅呼應就係文章裏面嘅一個重要物件。第1段亦都有提過，作者喺腦海裏邊浮現咗兩行清淚嘅畫面。而第9段，作者喺辦完小丑呢個活動之後，喺更衣室裏邊，佢再次寫自己悔恨交加的淚水，像斷了線嘅珠子咁落下來。呢度就見到淚水亦都係前後呼應嘅一個重要刻畫物件。咁之後仲有一題，分別就係第2段同第3段。咁呢兩段又用咗啲乜嘢嘅結構手法呢？第2段，那是社區中心舉辦的一個攤位嘉年華，我跟幾個朋友組成一隊，二話不說就報名參加，希冀能為社區出一分力。我們決定攤位主題以扭氣球送歡樂為主，找人打扮成小丑，嬉笑地為人們送上歡樂。第3段，
可問題來了，誰願意當小丑？一時之間，眾人都沉默了，空氣變得凝重，就連窗外的小鳥也停止了歌唱，生怕自己給選了去當小丑。冇錯啦。呢兩段呢，其實就係用咗過渡或者叫做承上啟下嘅手法。喺第二段提到佢要找人打扮成小丑，呢一句正正就係開啟咗下文。究竟邊一個可以擔當小丑呢個角色呢？邊一個願意擔當小丑呢個角色呢？呢個亦都係成篇文章嘅一條主軸。至去到第三段，誰願意當小丑？喺第三段嘅第一句已經呼應咗上文，佢正正就係承接咗上文找人打扮成小丑呢一句說話。可見啦，第二同第三段嘅呢兩句說話呢，其實係用咗承上啟下呢一個手法嘅。好，而家我哋不如一齊細閱晒整篇嘅5星星文章，睇下你能唔能夠揾到其他過渡照應嘅部分。